好，恩年堂嘅弟兄姊妹，咁咧就首先想講一講行雲流水，咁大家應該都掌握到嘅少少嘅變化。嗱，本身行雲流水係1583553，係咪？咁啊，好多人問點解用你好似彈得比較連貫同埋好聽咧？咁其實就係你第一可以用個手去練1583553，盡量黐住佢咯。咁如果你斷開咗，咁梗係唔好聽啦，係咪啊？咁如果你連住轉嘅過程都係練，咁咪好聽啲咯。咁第二當然就係用個腳踏啦。咁不過咧，你哋好似咧有一堂教咗你哋咧，你哋都好少用嘅。咁如果你用咗腳踏，咁咪幫你自動黐住晒啲音咯，係咪啊？轉 chord 轉腳，轉 chord 轉腳，轉 chord 就轉腳。咁你嘅轉 chord 嘅時候就要即刻轉腳。咁如果唔係咧，就會將所有 chord 黐埋一撇咧，又係唔好聽嘅。好啦，咁我今日想教嘅變化係點樣樣咧？咁你行雲流水係8格噶嘛，1583553係咪？我哋將呢8格變咗做7格或者5格，都係非常之好聽嘅。咁咩叫7格咧？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，如此類推。咁即係話，其實我所謂嘅7格咧，其實都仍然係彈咗8格嘅。不過第8格嘅時候咧，唔彈嘢 ，hold 住嗰個第7格。OK， 咁就譬如有一位神。噠滴噠噠噠噠噠滴噠噠噠噠噠噠噠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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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你就會發覺咧，8格空咗出嚟咧，就會有一啲空間感啦。咁呢個就叫7格。咁5格又點啊？咁即係彈咗5格嘅行雲流水，頭嗰5格，第6、7、8格都唔彈啦。有一位神。噠滴噠一噠噠噠噠滴噠噠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，咁變咗咧，空間感更大，更加寧靜，更加適合一啲好靜嘅歌嘅開頭嘅彈法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咧就講翻今日嘅筆記啦，我睇下先。首先就講咗呢度先啦，跳音嘅部分。咁快歌嘅部分第7嘅，今日唔會講第8住，講第7先，即係左右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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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咁我哋睇翻呢一首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咯喎，係啦，咁變咗咧就當然你要練熟咗 D 啦，跟住又係 D 啦，又係 A 呢啲嘅 chord 先啦。咁成首歌咧唔係好多隻 chord 嘅啫。咁 D 咧呢個 chord 咧就提翻你哋咯喎，係咁樣樣而唔係咁樣樣。咁樣係 D minor D 小調，點解啊？呢個係2+3嘅，我要表到 D 大調就係3+2，記得啊？嗬，咁仲有一個咩 chord 啦 ？A 係啦，又係啦，要3+2。如果你彈咗咁樣樣咧，呢個就係 A 小調 AM 啦，明唔明白？咁啊 G 唔講啦，你哋彈開噶啦。最後仲有一個好奇怪嘅 E 嘅，呢一度有個 E 嘅，係啦，兩拍 E 兩拍 A。好啦 ，E 咧嗱呢個就唔係 E 嚟嘅喎，呢個係 EM。點解啊？2+3啊嘛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要 E 咧，就係呢個啦。OK， 好啦，嗱，如果你用翻最傳統嘅左右右右嘅彈法，唔係唔得。我要將耶和華的大慈愛到永遠愛，咁就真係好傳統啊，同埋唔會有一個節奏感啦。好，但係如果咧我哋想
最簡單嘅方法咧，就係用翻呢個彈法，不過係跳音。咩叫跳音咧？我要將耶和華的大慈愛都永遠我要將。其實好簡單，我用個手指嚟跳。好啦，如果你想雄壯啲、大力啲咧，你就用個手腕嚟跳，即係點樣啊？咁樣跳，咁樣跳，係啦。如果你用手指跳咧，唔係唔得，容易啲彈準啲嘅，但係咧就唔會有咁大嘅力量啦。OK，咁你自己試下用手指跳同手腕跳嗰個唔同嘅音質咯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就如果彈快啲就當然更加好聽啦。我要將耶和華的大慈愛都永遠我要將，我要將。但係其實咧，你手要唔需要彈快嘅，你手要彈短先，你彈得短跟住先至彈快。好啦，第二咧就係嘅方法咧，就真係睇翻呢一度啦，就係左右右左右右呢個彈法啦。OK，咁即係左右右左右右左，唔好理嗰咩曲啦。總之彈咗呢個節奏出嚟先。好啦，彈到呢個節奏咯，跟住咧你就試下攞頭先嗰首歌嚟做啦。我要將耶和華的大慈愛都永遠我要將，我要將，得唔得？一個小節就係一個循環，係啦，一個循環咧就係嘣叭叭嘣叭叭，咁就為之一個小節。你可以叫兩個循環都得嘅，其實你點叫隨得你嘅啫。OK，咁又短音啦、跳音啦，即係跳躍啲啦，而且咧係能夠左右右左右右。咁呢個就係快歌 A 呢種啦。咁我哋揾一次咧，先至再教埋大家快歌 B 呢種彈法咯。好，跟住後面啦，就係讚美一神。咁第一，我哋要識得睇啲數字譜，究竟呢首歌係咩 key 嘅咧？咁我哋咧原來咧只係需要睇最後嗰個 key 係 G 嚟嘅，係咪啊？最後嗰個 key 係 G， 咁於是呢首歌就係 G 調噶啦。好，咁跟住咧個問題啦，既然佢係 G 調，咁佢係其他音係咩嚟嘅咧？一就係 G 啦，係啦。二係咩咧 ？A 咯 ，B 咯 ，C 咯 ，D 咯 ，E、F。首先咧，我哋就會寫咗呢咁多個音先，係啦 ，A、B、C、D、E、F。咁但係佢係咪真係就咁 A、B、C、D、E、F 咧？係啦，咁咧就要視乎翻嗰首歌，嗰個 G 調，我哋係啦，嗰個嘅全副嗱，你而家首先寫咗先 G A B C D E F， 跟住咧你就試下喺個琴上面咧就彈咯喎。G 就係1啦，跟住全，因為第一個字係全啊嘛。OK， 全即係中間有音，全中間有音，半啱喎，都係繼續把式，跟住全，跟住全。跟住全，所以咧就唔係 F 啦，係 F sharp。OK， 咁所以咧你就要喺呢個 F 度咧就寫翻個 sharp， 咁咧先至符合翻全半全呢一個嘅公式嘅，即係話呢個 G 同 A 係全啦 ，A 同 B 之間係全啦。B 同 C 之間係半，即係冇音嘅中間。C 同 D 中間係全 ，D 同 E 中間係全 ，E 同 F sharp 係全。咁咧呢個方法咧就可以咧處理晒呢個世界上所有嘅調。如果係 B 調又點啊？A 調又點啊？咁你可以自己去揾翻嗰啲嘅黑色鍵。咁所以咧嗱，記住咯，呢一首歌嘅7咧係要彈 F sharp 嘅，明唔明白？好，咁所以咧你就睇翻我每一句咧都有3行嘅，中間嗰行唔好理佢住，太難啦。試下淨係最頂嗰行，即係右手，同埋底下嗰行英文字母左手。OK， 咁我示範下右手先咯。1、1、7、6、5、1、2、3，咁已經係第一句嚟㗎啦。咁留意咧嗰個7、6、5咧係有一點嘅。咁即係7、1下面為7咯。咁咧呢個7咧就唔係呢個7啊，因為點解？下面有一點嘅。呢個6咧又唔係呢個6啊，因為下面有一點嘅。呢個5又唔係呢個5啊，
係下面呢個五，形成咧就一生萬福之餘。嗱，彈起上嚟咧，盡量連起佢嘅，因為呢度係一句嘢嚟噶嘛。OK， 同埋咧，我就唔會用個一去彈一嘅。你就用咗一去彈一咧，你之後嗰啲七六五點彈啊？於是咧，我就會將佢擺落嚟。我第一隻手指咧，手指公咧就準備彈呢個最低嘅五。OK， 咁咧你就會發覺咧好方便噶啦。第二行3、3、2、1、4、3、2、1、2、3、2、1、6、7、1，最後5、3、1、2、4、3、2、1、1。好啦，咁下面嗰句咧就係英文字母咧，就係 chord， 唔係 chord， 你可以叫 chord 啦，但係咧你就用個左手彈個單音就得噶啦，即係 G 就彈 G 咯，係啦 ，E 就彈 E 咯，係啦，如此類推。咁我就成首歌左右手一齊彈晒俾你聽咯喎。讚美一生萬福之餘，天下生靈道當中於1、2、3、2、1、6、7、1、5、3、1、2、4、3、2、1、係啦，咁就已經係合格㗎啦。咁如果你真係咁都得咧，你就先至加埋中間嗰個3，中間咪有時有3啊5嘅。嗱，我彈一句俾你聽，1、1、7、6、5、1、2、3，咁係當然會好聽好多啦。係啦，咁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嘅，有問題再問我。